今天是2005年3月6号。藏文课呢，上节课我们把自主动词的变化形态的规律呢，这个讲完了。这是整个这个语法里头的这个重点，也是难点。其实呢，就是大家多下点功夫，其实也并不难。多听几遍，多读一读就行了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开始往后来看57页，自主动词。现在呢，讲现在时，现在时的表达方式。现在时自主动词呢，可以单独做谓语，就是用这个动词自己做谓语，也可以加一定的语尾构成谓语，两种情况。表示动作呢是现在或经常进行的。注意，它这个现在是表示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说这个动作是现在正在进行的，一个是表示这个动作呀是经常进行的。常做这个动作，两个意义。下边我们开始学头一种，现在时单独做谓语，否定式就加一个谜就行了。咱们来看例句啊。开价得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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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是您，这还是那个尊称啊，您。价是复数，你就弄成就跟大家一样，大家的家，就是开价就是你们，得么？这个逮日是什么呢？逮日就是爪子，就是动物的爪子，爪，鹰爪，这个食肉动物的爪子，猫呢就是一个这个鱼尾，形成一个词，逮猫。开价逮猫，然后呢，注意后边啊，开价逮猫汤，开价逮猫汤，切尾剁，切尾剁，切尾剁尖，切尾剁尖，切尾剁尖银呐，切尾剁尖银呐。逮猫汤就是这个逮猫和什么东西？和什么呢？切瓦，切瓦有印象没有啊？虎牙，獠牙，食肉动物都有这个，它撕肉用的。爪，獠牙，这都是这个食肉动物的那个特征了。这个食草动物是蹄子跟脚牙啊。切尾是獠牙、虎牙，这个尾就是那个加上 a 克不一的，剁不是力量，剁是力量，尖是具有，就跟那个躺单巴一样，具有。剁尖就是具有力量，引是拿是这个既然，就是拿一般的意思不是说如果假设什么哈，这个地方呢它也是这个如果的口气，但是它在这句话里头呢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们呐，既然是这个实际上不是假设了，就是说既然你们都是这个具有逮猫和切瓦的力量的，都是有爪子跟那个獠牙的，这个剁不尖呢，实际上它成了一个名词，就是说具有力量。如果你要是这个一般看，好像这个阿克贵后边就是这个力量哈，实际上这个剁不尖，这个尖呐，经常跟一些东西呢组成名词，就是具有什么，这个就具有所就成了能，具有什么功能就成了那个有功能的那个本体，成了那个代名词了。所以现在这个剁不尖呢，它是一个名词，就是有力量者，有力量者，就是动物里头啊，这是动物跟动物在说话。动物里头，你们是强者，你们是有力量的，是有力量者，是什么有力量者呢？所以这个尖呐，它现在就是可以有两个含义的理解，就是注意啊，一个它是起名词作用，
再一个，它这个动词呢也起什么作用啊？你们是具有找这个爪子和獠牙的这样的两个意思，实际上都有。哎，这样的话，这句话意思我们就理解了，就是说，既然你们是具有这个爪子和这个獠牙的这样的强者，既其是绝，既其绝，既其是绝，既其绝，既其是为什么？既是什么？其实是为什么？为了什么呢？绝是这个逃跑，这个词咱们也学过。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既然你们都是有獠牙跟那个爪子的强者，你们为什么要逃跑？这个我忘了那个故事了，不过可以套用一个故事。那个咕咚来了，听过吧？小孩们那个动画片咕咚来了，一个兔子在湖边玩，突然咕咚一声把兔子吓撒腿就跑。然后那个鹿说：“你跑什么呀？”说：“咕咚来了。”说鹿也跑，然后什么马驴什么都跟着跑，然后这个一会儿狮子老虎，最后好像碰到谁？最后碰到大象啊！最后碰到大象说快跑吧，咕咚来了。那大象说：“你们站住！”说这个什么是咕咚啊？说那个他说的，最后说那个兔子说的，说什么是咕咚啊？说我也没看见，说我在那玩，突然这咕咚一声，声音特别大，我估计那个个特别大，所以吓得就跑。后来这个大象啊就问那个狮子老虎，哎，说他们跑是有道理，兔子跑是有道理的啊。既然你们都是有爪子跟獠牙的强者，你们为什么跑呢？这个问的这个狮子老虎很惭愧啊，哎，说那咱们回去看看咕咚什么样。哎，回去在那儿看也看不着，突然那个椰子，那个成熟的椰子又掉到水里，一个咕咚啊！大家一看，哦，原来这样。咱们用这个套一个故事呢，就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有个背景好记啊。你们既然是这样的强者，为什么要跑？咱们来这个再读一读啊。开家带毛汤，开家带毛汤，切为多奸淫呐，切为多奸淫呐，既其是绝，既其绝，开家带毛汤，开家带毛汤，切为多奸淫呐，切为多奸淫呐，既其是绝，既其绝。好，这咱过一个啊。第二句，康纳色东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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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泰日古，泰日古，学过这一句是吧？康纳就是哪，就是在什么地方，康就是和某，在某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。色东，撒是吃，东是喝，合起来就是吃喝的，就是食品。约就是有，在那个地方有吃喝，就往那个地方跑。溜是跑往哪儿跑呢？有一个拉丁，有一个闸，往那个体往不是往体啊，是往体那儿跑。闸是拉丁，往体那儿跑。体是什么呢？体是指上边那个东西，就是指的那炕，哪儿有吃喝的，他就往哪儿跑。哎，咱们学过这一句。下边一句，绝被卡哇，绝被卡哇，绝养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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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绝被这个绝被呢是这个有这个咱们学过是需要的，绝吧是需要的，然后卡哇是这个卡是那个做的未来时。表示所做，这个卡哇呢表示所做的事情，所以呢这个是事情。说需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有需要做的事情，需要的事情是绝是什么呢？绝就是这个嘱咐委托，绝养嘱咐了他，委托给他呢，他又呢
又跑了。绝跟上边那逃跑是一个字，他又跑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这么一种人呐，哪儿有吃喝呢，就往哪儿跑。就是光知道享受。你真正需要办的事儿呢，你要是嘱咐给他呢，委托给他呢，他又跑了，就一点正经事办不了。光这个讲享受不办事儿，就这种人。绝被卡哇，绝养绝，绝养绝。注意这个绝是嫁鸡曰绝，后边这个逃跑呢是知曰绝，声母不一样。注意这两个的区别，一个是鸡绝，第二个是绝啊，是那个三声绝，两个读声不一样，咱们再来读一遍啊。康纳瑟东约忒日古，康纳瑟东约忒日古，绝被卡哇，绝养绝，绝养绝。这个区分开声母就行了。再来一句，说俺辈贤君，俺是坏恶劣，跟好是相对的，好坏的坏。八这个名词化呢，就当人了，就指人了。俺八就成了坏人、坏蛋啊。这个加一个撒是由他呢做主语，做及物动词的主语的时候呢，主语加撒，俺辈是主语。然后这个贤君，贤是另外的、其他的、别人的，贤是这个其余的，贤。群是那个义，咱们说明指的那个义是吧？群是义呢，它有很多意思了。一个是有这个就是事情、事业、工作什么，有很多引申义。注意，它还有一个引申义，字典上好像不太突出，但是在佛经里头经常用这个义，就是什么呢？利益。群呢，是利益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利益啊、好处啊，反正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利益的意思。这个在佛经里头用利益的意思很多。显君是什么呢？就是别人的利益。后边的动词注意啊，主我邪，主咱们知道咱们先讲啊，主是完成，这个主呢，这现在是完成的这个现在时。这个我在第二声读我，读这个高声，这个单独读是我。这个我呢，今天早上正好出来碰到周老师，问这个我是什么呢？是这个一句话的结束，那个结束符，就是当句号的那个，就是写不是说嘛，这是说的一句话。谁说的话呢？就是这个坏蛋说的话。坏蛋说什么呢？说前边这句话。前边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显君主我，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完成，就是办理，完成有这个办理的意思啊。完成办理，我看这个地方这个用个什么词儿啊？就是说我这是在办别人的事儿，我这是在给别人办事儿。坏蛋说我这是在为别人的利益啊，我给别人办事儿啊，这个其实可以译成事情，这个顿就是别人的事情，我是在办别人的事情，我是在给别人办事儿。
实际上是说我在行善，我在这个帮助别人，哎，这个意思。说的这个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坏蛋说，我是在给别人办事儿啊，我是在帮别人。下边一句，孽大乃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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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孽是什么呢？孽就是缺点、过错、罪责、借口。孽是缺点、过错、罪责、借口。过失就是佛经经常一过失。这个大咱们熟悉了，这个大呢是这个挂上，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挂上、安上。这个就是你这儿给墙上挂上个东西，挂上、安上。抽象意义就是假安利，给它挂个名，给它起个名，就是抽象的假安利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挂上一个借口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挂就是拿借口当招牌，就是拿借口当幌子，是吧？挂上一个借口，这个人他往前头挂个牌子，写上我是为了别人，就是挂上个借口，就是拿一个借口，挂上一个借口，那是这个之后，挂上一个借口之后呢，后边干什么呢？提拉卷儿，提拉卷儿，提拉卷儿，提拉卷儿。敌是罪恶、罪过，底包是罪恶、罪过。拉是一个这个拉军，就是表这个目的啊，表方向，现在是表目的。后边是动词，是卷儿。卷儿是什么呢？最基本含，咱们这个词见过学过。最基本含义呢是配置、组合，就是把好多东西给这个配合起来，配置组合。然后有什么呢？应用，就是把一个东西应用到什么地方去，把理论应用到实际当中去，结合实际，有这个意思。然后在佛教里头呢，还有修行的意思，这个是修行加行，经常久而用到加行里头，这个是后话。咱们现在就光讲它的基本含义啊，就是它有应用的意思。说这个坏人呐，说我是为别人好，然后呢挂着这个借口，挂着这个牌子，挂着这个为别人的这么一种借口吧，拿这个当借口当招牌。然后之后呢，他把这个借口呢应用到罪恶里头去，也就是说他利用这个招牌呢做他的坏事儿，打着一个好牌子来做坏事儿，应用到，你看这个拉就是目的了，应用到哪儿呢？应用到罪恶里头去，应用到他要办的那个坏事里头去。他的翻译是坏人口称为别人，作为借口是恶行，译得很好，整个意思就是这样。这个咱们先来读一下，说俺拜显君，俺拜显君，俺拜显君，俺拜显君。主我写，主我写，主我写，主我写。聂大乃尼，聂大乃尼，提拉卷儿，提拉卷儿。再来一遍啊！俺拜显君，俺拜显君，主我写，主我写。聂大乃尼，聂大乃尼，提拉卷儿，提拉卷儿。刚才忘了说什么呢？忘了说语法意义。现在咱们在讲什么呢？就是动词的现在时单独可以作谓语，表示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。咱们翻过头来看头一个，说你们都有爪子这么强，为什么还要跑呢？你看啊，他现在用的就是现在时，现在时就是一个动词的基本形态，就是原形。这个为什么用现在时呢？就是他们正在逃跑嘛。他把它截住说你们是现在为什么要跑呢？用现在时。第二个句子呢，说哪有吃喝就往哪儿跑，也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这个就是不是现在时的动作，这是一个假设的情况，为什么用现在时呢？现在时啊比较形象，这是第一个。
就正在跑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就有什么呢？经常的意思，就是说这种人呐，是哪有车就往哪儿跑，哎，就是有这个经常重复这个动作。现在是有这个，有时候现在时也表示这个真理呀，是这个表示经常发生的呀，它有这种这个比较原始的性质的这种意义。下边说托给他事情他又跑了，这个跑呢也是用现在时，这个现在呢也是有经常的意思，也是有就是说的比较形象，用现在时。下边这个第3句呢说坏蛋说这个我是给别人办事的啊，我是帮别人的，这个动词呢也是用现在时。用现在时呢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正在帮别人办事吧。然后下边那个动作觉儿它也是现在时，就是说实际上他现在呢正在办坏事，就是现在时可以单独就是做这个谓语。下边再看一句却不那个我这儿啊要顿开，我往后读一点啊。却打躺三，却打躺三，却打躺三，却打躺三。哎，这两个不能连读的，否则这个句子就说不通了。却是你，不是敬语的那个你，直接就是你。打是我自己，哎，躺是和谁？咱们说和谁？和前边那个，和我。谁和我呢？就是你和我。所以这个读的时候要把前边那个断开，说你和我，哎，和我干什么呢？三是那个前边学过是食品是吧？三说是虾三咱们三是吧？虾三是肉食，咱们三呢，它这个藏语里头这个三呢，既是这个叫食品，实际上主要就指糌粑，哎，它因为它主要食品就是糌粑，说咱们三就是只吃糌粑，那就成了素食了，哎，所以呢，咱们学过这个三就是食品。这个憨记米啥呢？这个憨就是共同，憨就是一块儿，记是一个啊憨记就是一个词儿，是一个词组，就是共同一起做什么副词，憨记就是都共同成一，哎，共同一块儿一起，憨记。米是否定，撒是吃，你撒就是不吃，拿如果你不和我一起吃饭的话，看咱们来这个颠倒这个啊。如果然后呢你也可以先说和我，你和我不一起吃饭的话，但是在汉语里头这个顺序好像就不太那个，但是这个藏语呢它就是这么顺序。如果你和我呢不一起吃饭的话，哎，这是藏文的这个顺序。咱们汉文意义就成了这个如果你看它下边，你要是不和我一起吃饭啊，他也是把和我弄在前头。下边啊，打江三米扫，打是我自己，江是也，三食物，米撒不吃，是结束，我也就不吃饭。如果你不跟我一块儿吃饭的话，我也不吃饭。就这么个意思。语法意义呢，就是这个撒吧是吃，现在时撒，那就是用现在时呢，就是表示现在。
为了咱们现在先学简单一点，咱们先不说它的其他时啊，因为现在都是用的原形，所以就先不讲其他了。这个咱们再读一下啊。却打堂三，却打堂三，汉记米啥呢？汉记米啥呢？打江三米少，打江三米少，却打堂三，却打堂三，汉记米啥呢？汉记米啥呢？打江三米少，打江三米少。这是第一种就讲完了，就是用现在时单独，它就做谓语，这是最简单的一种。下边讲第二大类型，就是现在时跟一些语尾加些其他东西，还都是表示现在时，它有这种。咱们看有几种情况哈，它这等于还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说现在时加一个 kin， 或者是加一个那个 ki 啊，哎。然后后边还要加个约，构成谓语。否定式呢，用这个也加 kin 加 ki， 后边加个没。这个呢，这个约跟没啊，就失去它的本来含义了。约是有，没是没有。它现在呢，就失去它的这个，就是说，这并不是讲它有没有，而是跟前边呢这个 kin 或者 ki。kin 呢是书面用 ，ki 是口语用，跟这个合起来呢，加一个现在时，表示啊它是现在时。说为什么它能表示现在时呢？因为这个 kin， 注意啊，这个 kin 它就是正在的意思 ，kin 是正在的意思。咱们前边还讲过一个，说那个行也是可以表示正在哈，它跟那个意思一样。哎，行是脸，还有其他的一个像什么？哎，它其中一个不重要的意思是表示现在，这个肯就是表示现在正在干什么？后边这个约呀，只是表示一个，就是说这是肯定式，这是否定式。哎，它那个有无的意义，这个就是失去本身意义，就是表示一个有这种情况就是肯定，没这种情况就是否定。所以呢，你不要把它翻成有无，哎。它等于这是一个词组，把它加在现在时后边呢，表示现在呢，强调现在是现在时。实际上不用这个语尾呢，现在时本身就可以这个单独表示现在时。说为什么加了语尾呢？一般呢，它是强调它这个句子里头需要强调现在如何如何，所以它就加强的意思。说我正在干什么？咱们看一下这个啊，把这个话咱们读完啊。语尾中的 kin 或者 ki 呢，受前音节后加字制约，其变体情况与属格助词这个相同。这个咱们就不管它了，咱们来看这个例句啊。我空包巧塞，我空包巧塞，我空包巧塞，我空包巧塞。这个空也不要读成空，是卡。空就是 k 跟 on 空，然后这个 k 后边加个一 k， 哎，空，哎，这样来读空，哎，和 on 空 ，k on 空，哎，空，这样就是多一个一，哎，我先读成 k， 哎，再读 on， 哎 q， 对 q。就不一定连了，就 Q 才是最好。那不行，你这个藏汉语系我们都是单音节词，哎，都是发一个音的，一定要拼起来。Q 这个，到时候让人说你不会说话是吧？哎 ，Q， 哎 ，K 跟 on，Q， 我空包角色，我空包角色，我空包角色。我空包巧塞，哎，我是我，空是什么呢？空是这个鹏，就是大鹏的鹏。金翅鸟是这两种东西，空是鹏跟金翅鸟。这个
可能金翅鸟也可以叫鹏吧，但是这个还是两种啊。昆包呢，这是藏区的一个地名，藏区昌都，说昌都丁青县附近原来叫昆包，这个它这个就只好译音了，地名呢就只好译音叫琼波，这是实际上你看它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大鹏啊，金翅鸟那个好东西，这是一个地名。乔是乔摩乔窝是那个叫主人国王尊者，什么女主人男主人，女主人是乔摩，男主人是乔窝啊，乔是这个就是人们比较尊重的人吧。赛是这个子的敬语，儿子的敬语，一般用在什么王子啊、大夫长者的这个就是比较德高望重的那种这个家里头生的儿子吧，赛，这都是好词儿了，是这个大长者之子，昆包，那个昆包是这个地名，就是说这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这个人的名字里头呢，他把这个地名放在前边，有时候也不是他自己放在前边，别人叫他说什么地方的谁谁，咱们汉语里头也有哈，什么周某某哈，他结果就都弄在一块儿了，这可能也是这样。这是谁呢？这是那个米拉日巴的爷爷。米拉日巴爷爷呢，在当地很有名，什么有名呢？他会捉鬼，谁家有这些七窍八怪的事儿啊，什么搞不清的哈，他一去了就给拿下。所以呢，这个很有名，大家叫他这个昆包角塞，也许是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，这个反正这就是他这个米拉日巴他爷爷的名字。他爷爷会捉鬼啊，到处这鬼很怕他，所以他到了哪儿啊，他说我这个琼波角色来了，那就一听他的大名，这个魔鬼什么吓得就这个哆嗦啊，所以你看啊，他后边他来了，他大声说这个呀，他强调他不是说空飘角色这个说这个，比如说这显得就这个力量不大哈，没后劲儿了。单独读是勤，然后那个如果不送气呢是金，是吧？是红金约多，红是来，单向的，就是从自己的远处往自己近处来，红是来。勤是正在，我现在来了哈，这个非常强调约作，这个说起来就是一再强调我来了啊，所以呢，他不单独用一个那个现在时就完了，所以他这是加强调我来了，红金约作，空包桥塞红金云朵，这个空包桥塞红金云朵，这个意思就有点理解了哈。你跟这个具体句子一结合他为了强调我现在我来了，这个是为了吓唬他们哈，先给他镇住，就因为他爷爷呀这个出名，所以呢他们家后来的人呐都就带了这个米，咱们讲过哈，米拉怎么来的呀？就是他一喊，那个鬼吓得米拉就跑。这个米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很难说，你就是人嘛。这个人呐，就是说我对这个人这个很害怕哈，老这么说，结果最后呢，他们家就用这个姓，就米拉，成了他们家的姓了。好，这一句完了，咱们来这个就你看，就是语法意义，就是说他强调这个现在。咱们再看下一句，他尼爱nam，他是现在，你是现在呢？
爱是我，也可以用在复数上，那么就是复数，我们，哎，然后呢，人给3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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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给人是什么呢？人是这个依次、次第、按顺序的，逐渐的、有步骤的，哎，他这意就是依次，就是这个一个挨一个的，有顺序的哈，依次的。k 就是句格，就是做副词，就是形容一个动词，就是以这种方式依次的依次的这种方式干什么呢？撒吃。这个后边注意啊，他把这个 kin 变成了那个 kin， 不是口语里头可以改成 k 吗？可以这个简单一点。简单一点呢，到书面上呢，他又把这个可以改成阿 k 故意，书面写阿 k 故意连起来，所以变成这个样子。实际上是跟上边是一回事儿，哎，就是他在这个写的时候给简化了。谁约还是后边那个约？这个约咱们说了，就是强调它现在时，哎，强调现在时。这个阿 k 故意呢，也不是的意思，还是那个 k 的意思，还是强调正在的意思，哎。它这是不是就是的那个几个形体都可以通用的？你像 k， 哎，对对对，是变形，哎，它变化是跟那个的是一样，它不是说跟属格格助词那个变化相同吗？那就还有可能变成乙。哎，对，就是受那个变乙啊，有可能，对对对，有可能，就是它是跟那个属格的格助词的变化形式受那个后加字的影响嘛，跟那个是一样的，对。咱们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塔尼是现代，我们动词是撒，是吃，然后这个因为吃是及物动词嘛，没带句格，那就是宾语，它不是主语，不是我们吃。注意，这个及物动词的主语是带句格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没有带句格是主格，它证明是宾语。吃我们。人给就是依次的吃我们，哎，约那是那个鱼尾了，就是强调现在。说现在啊，他们正在依次的吃我们。讲过这个故事吧？我讲过吧，在课上，藏文课上。那个有印象吗？那个政委有印象吗？藏文课里头讲这个故事，就是那个说有一生啊，他是出海那个取宝，跟好多商人。结果跑到罗刹国去了，因为那个船被打散了。后来骑着马走了。讲过吧？讲过。哎，我简单讲一下，那回讲的比较详细吧。哎，那就简单讲一下。这个结果船被打散了，他们就抓住那个木板啊什么，最后漂流到哪儿啊？就是现在斯里兰卡，就是那个印度次大陆的东南角有一个岛，就是原来叫西兰，现在叫斯里兰卡。斯里兰卡这个译音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叫那个楞加，哎，楞加译成斯里兰卡，就是楞加经就是在斯里兰卡这儿说的。哎，这个地方呢，当时啊就是罗刹国，就是好多罗刹在那儿，是一个这个罗刹在的地方。他们罗刹是另外一道的众生，属于鬼道吧，就是一种吃人的鬼，很恶的鬼。这个他们飘到这儿之后呢，就看到这个有很多人来欢迎他们，很多女的啊，非常漂亮，这个打着旗子啦，欢迎他，我们这有好吃的什么的，留在这儿吧，上去啊，然后这个让他们就留在那儿了，留在那儿就结婚，就生子，就过起来，哎，但是那个罗刹女告诉他们呢，那个地方，那个比如东南角那个地方啊，你们谁也不能去，那个地方很危险。后来这个就是这个释迦佛的这个前身啊，这个菩萨，咱们就叫他菩萨吧。菩萨这个人他很这个思索呀，他有智慧，我就要去看看。结果他到那一看呢，没有门，一个城四周没有门，他这怎么办啊？都爬到一棵树上，看到里头有男人，问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说我们就是在海上落难的人呐，被他们欢迎到这儿的，欢迎到这儿就结婚生子。说现在你们又有新的要来了，他那个有预兆的，
有新的来了哈，他们就把我们都就那个弄到这里头来，关到这里头来，就开始吃我们。哎，然后呢，就是先跟你们过，等着把我们呢挨个的吃完了，现在正在依次的吃我们，等着把我们吃完了呀，哎，再吃你们，然后再去领一波新的。哎，这是罗刹的生活方式。说，然后说那个，那有没有办法逃出去啊？说我们是没有办法逃出去了，我们爬多高，这个墙就长多高。说你们有办法，说这个在什么地方啊，有一匹马，这个你们在每个月的15啊，他在那个月光下吃庄稼，你们到那儿看他吃，他吃饱了之后啊，他会这个说话，问你们愿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。如果你们说愿意，他就会让你们上去。上去之后就能把你们带到南山姆州，就回到自己的国家。那个后来他们就按照这个说法，他秘密的告诉别人。那天晚上他们就去了，结果等那个马吃饱之后啊，马就问他们，他们说愿意。这个马说：“你们呐，不管在我的什么位置，哪怕你就是抓我的这个马鬃或者抓我的马尾哈，只要你能带住一点，你只要做到一点就能走。就是什么呢？你一会儿他们罗刹女啊马上要到。”他们要跟你们说呀，说你就难道把我们扔下走了吗？说这个你的老婆、你的孩子都在这儿，我们这儿有很多金银财宝什么。他说任何话的时候啊，你心不要贪恋，不要起贪恋心，你不要想我所，你不要想，哎呀，这是我的老婆，你就有我所了。你只要一有我所的想法，你就会掉下去。你只要不贪恋他们，不贪恋那些东西哈，你就肯定能走。你只要抓住我一点就能走。结果他们一听着说我们都愿意走，说那你们上来吧，他们就都是上去了。他们刚开始升空，然后那个罗刹女就来了，来了之后就哭啊，你们这难道就这么忍心扔下我们走吗？说这个啊，你看这的生活多幸福啊，你看这儿女都长这么大了，反正就是来这个引诱他们。这些人们呢，他那个就是咱们贪嗔痴啊惯了，他就有一种哎呀，这个是我老婆，一说就掉下来。这样，这是我儿子，一说就掉下来。结果呢，只有这个菩萨一个人呐走了，就是他坚决的不认为没有我所，就是你能不能破掉我所？你看就这么关键。所以这个故事，这是故事。这个现代人啊，这是故事，不是，这是事实。释迦佛不说假话的，哎。人们很多那个就是说，他以为就这一个世界，老拿这个世界的标准去看，那当然什么都说不通。但是你到其他世界去，那什么世界都有。这个现在呢，咱们再回到这个话来啊，意思就完了，就是强调他现在正在吃我们，所以他用了这个句式。咱们再读一遍：卡尼埃南，卡尼埃南，卡尼埃南。卡尼埃南，人给三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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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一种形式，就是现在时加鱼尾可以加一个 kin 月，哎，或者是 ki 月，可以加这么一个形式。下边看第二种加鱼尾的，说现在时可以加什么呢？可以加八日切。八日切，哎，这个后边为什么括还有个趴日呢？也是那个后加字的限制，后加字有的可以加八，有的加爬，哎，所以呢，它有两种。说现在是加一个这个，或者现在是就直接加一个且，不加那个八日做谓语，表示现在时肯定是。否定是用什么呢？用八日米戒。八日米戒，八日米戒，八日米戒，或者也是广用米戒，不用八日。这就是鱼尾当中的八日、爬日呢，受前音节的后加字的制约，变的情况与那个动名词后缀相同。下边咱们也来看这种的例句。第一个例句呢是一个撒迦格言，是一个谚语啊，这个很好听。咱们来先读一下啊。讲别讲不。讲别讲不，讲别讲不，讲别讲不。这个讲是什么呢？讲是柔软的，最主要意思啊，柔软的、温和的、柔和的，哎，
温柔的，所以你看你怎么记了，你自己觉得选说温柔的，这个温和的都可以。它基本含义是柔软的，柔软的。还有什么细腻的、光滑的，缓慢的。这缓慢的有点这个抽象意义了。柔软嘛，不急，所以就缓慢，这个带抽象意义了。别的是实质性的，就是这个东西很柔软。温和也有这个性格方面抽象意义的啊，这是这个。这个讲波就是这个形容词了，说柔软的。加个撒就是成句格，就是用它来干什么？用它干什么呢？后边看啊，讲波这就是不用句格的，不用句格的这是宾语，这还应该有一个动词，动词是谁呢？是좀接近，咱们在那个就是昨天刚碰到，就是征服是吧？克服征服。这个你翻一页倒回来56页，下边呢头一个，这个书上印的丢了一个撒，咱们让大家加上，这样也有一个什么好处啊？你对这个좀啊后边有撒印象深，所以坏事变好事。좀呢又是我们的常用词，좀的得是这个打좀是吧？打좀就是铡是敌人嘛，战胜敌人，杀敌杀贼，阿罗汉的这个名字，这都是很重要的词。这个좀咱们把这个词印象深一点，它后边丢了一个撒，一加记住这个좀本身啊现在时后边有撒，再回来看这个좀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克服征服，取这个意思。实际上它本身还有什么呢？叫摧毁灭除消灭，这个都有这个意思。且注意，且是什么呢？且本来是做的现在时，就是做事情的做。做有两个字，一个是做事情的做，就是立人骨反文；一个是工作的做，就是一个立人一个炸。这两个做的这个意思呢，前边那个做，带古字的那个做呢，一般是在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，比如我做个桌子，我做一个事情，那个做呢带有抽象意义的，比如说我著作啊，我这个作诗，它带有抽象意义。这个且呢，两个都包含。这个现在时，它这种这个就是强调什么呢？强调能。咱们不是说过吗？做的现在时有能的意思，未来时有所的意思，个别的这个过去时呢也有所做的意思。这个现在是强调能。凡是强调能干什么的这种呢，它容易跟这种词尾结合，所以这种啊，就是既是语法意义的词尾，又带有一点这个它本身的意义。现在呢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用温柔，用这个柔和，能够克服柔和，柔能克柔。这是一句格言了，咱们汉语里头也有相类似的啊，就是温和、柔和、柔软呐，柔软的东西它能够克服柔软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为什么要用后边说就用좀行不行啊？也行。为什么要加且呢？就是强调能，它能够克服柔和。精是和，这句话还没完，实际上这是个废话。为什么呢？它就是少了一个词儿，它也是你看也是几个音节啊，也是7个音节，少一个音节，所以它加个精。没有，如果这个就是说完了正好，它就不加了，所以这纯粹是一个这个凑音节的。后边这句话，后边是讲别注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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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别注播。讲别又是用柔软的东西，用柔和的东西呢。注包是什么呢？注包是这个跟柔软相反，是这个粗糙的。它这个最基本含义是粗糙的。那个柔软柔和叫细腻光滑，这个呢就是粗糙，就是这个嘎里嘎达的，
还有什么含义呢？就是猛烈的。那个呢，柔和温和，哎，它这个呢就猛烈、狂暴、暴烈。还有更这个发挥的意义就是凶险、凶恶、险恶、恶毒。哎，这个粗暴反正是这方面的。但是它最基本含义是粗糙。哎，粗糙呢也有什么呢？有色。咱们说啊，那个色就是这个，比如说这个东西吃特别涩，哎，不光滑，反正这个枯涩就是比较枯燥，反正有一些这些引申义了。最主要意思，一个是粗糙，一个是猛烈暴烈。昂是野，然后后边是犟巴切，又是能克服，强调能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个柔软的东西呢，它也能昂是也能克服什么呢？克服那个粗暴的东西。它这个地方叫克刚强，柔能克刚，柔能克柔，柔又能克刚。哎，这是表示啊，柔和呀、温和呀，高于刚强。哎，刚强能克刚强，刚强有时候对柔和没办法。哎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教育人这个心呐，要调柔，不要这个太这个硬了，太这个死了，太这个就好像特别猛就是好，不一定。哎，实际上人的心呢柔和一点，这个更高级，这意思。意思解释完了。为什么要用这个且？就是说有一些动词强调能，就要加这个且。所以咱们来读一读啊。讲别讲波，讲且景，讲别主播，讲别主播，讲巴切，讲别讲波，讲且景，讲别讲波，讲且景，讲别主播，讲巴切，讲别主播，讲巴切。几点了？12点多，够。正好，好，读一遍吧，读一遍。这个一上午下来确实有点累啊，我们再读一遍。翻过来啊。开家戴毛堂，切为多奸淫呐，记其绝，康纳色东岳，开日居，绝被卡吧，绝阳绝，安倍贤君，主我些，聂大奶妮，迪拉角儿。注意这儿，你们先不要读啊。第一个我是要顿一下啊。克打堂三，汉记米啥呢？打两三米少。我穷波桥塞，红根月多，他尼爱南，人给3月，讲别讲波，讲且景，讲别主播，讲巴切，讲别主播，讲巴切，好不容易。